大家好，我係 HRA Centre 嘅高級營養師，我叫做 Isa。咁好多做過 CHRA 嘅都會見過我㗎啦。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乜嘢係 CHRA 全面健康風險評估嘅。咁究竟係乜嘢嚟嘅咧？咁佢係市場上面一種罕有嘅檢測模式嚟嘅。咁究竟有幾罕有咧？咁佢就係做到下邊嗰4個圈圈嘅嘢嚟嘅。做到啲咩呢？咁佢就係做到無創傷性啦、無侵入性、無輻射傷害同埋無副作用呢4大項目嘅。咁究竟佢點樣可以做到以上呢4項呢？就係靠我以下將會講嘅2大尖端科技啦。咁第一個咧就係耳機入邊嘅一個紅外線感應器。咁科學家咧研究咗，可以咧用一個紅外線感應器，咁經過個耳機咧就接收到一啲大腦嘅電波頻率。咁因為咧每一個器官細胞咧都係大腦控制嘅，所以接收佢嘅頻率咧，去評估身體狀況咧會係最準確嘅。咁我哋咧亦都有個數據庫嘅，入邊咧都收埋一個好經過好耐時間嘅一個 research 嘅研究啦，就會有一個數據庫，咁收埋好多一啲嘅頻率數據喺度嘅。咁同時紅外線都係無侵入性嘅，咁對身體一啲害處都冇嘅。咁第二個尖端科技咧，我哋用到嘅就係生物共振科技啦。咁究竟係乜嘢嚟嘅咧？咁咧係講緊每一個器官細胞都有佢特定嘅健康頻率嘅。咁同時啦，亦都每一種疾病、寄生蟲、重金屬，佢都有佢特定嘅頻率嘅。咁就係靠我哋頭先用嘅紅外線感應器接收翻嚟嘅頻率，咁睇下你會唔會同一啲疾病啊、寄生蟲嘅頻率都係一樣嘅。咁如果比較翻有一樣嘅頻率嘅話咧，就代表你都可能有一隻疾病啦，或者寄生蟲、重金屬、細菌、病毒嘅一啲風險喺度嘅。咁嘗試想同你身體比較翻，睇下有冇一樣嘅頻率。咁我哋做到啲乜嘢呢？咁呢個 CHRA 全面健康風險啦，最基本咧都已經可以一次性將身體9組系統啦、120個器官細胞或以上咧都可以去評估到嘅。咁呢度有個列表嘅。咁其實最基本心肝脾肺腎、骨骼系統、眼耳口鼻、生殖系統呢啲位置咧都可以去測度到嘅。咁睇下有冇一啲健康上嘅一啲風險喺度。咁究竟其實 CHRA 同我哋今日 Janice 啊簡博士講嘅茶葉重金屬有咩影響呢？咁我呢度咧就想同大家分析2個個案嘅。咁第一個個案咧，客人 A 啦，咁佢咧就有一個以茶代水嘅習慣，即係從來都茶不離手嘅。咁因為啦，佢覺得水淡茂茂冇味嘅，咁佢想飲啲有味道嘅嘢，咁佢就揀咗茶啦。咁啦，佢亦都有使用中藥嘅習慣。咁佢嚟到見我嘅時候咧，就同我講話：我成日都腰酸骨痛、腰又痛、頸又痛，坐得耐又唔舒服，企得耐又唔舒服。咁佢會有咁嘅感覺嘅。咁我幫佢評估嘅時候咧，就出現呢一幅圖片啦。咁第一次初步評估嘅時候咧，就見到佢啡色硬骨、白色係軟骨。咁硬骨、軟骨咧都出現一啲5號啦、6號啦、4號都會有出現。咁即係話緊俾我哋聽，我嗰度出現問題啦。咁究竟係咩問題咧？咁我哋就深入啲再睇一睇，咁就發現啦，因為佢有飲茶嘅習慣，所以我特登咧就幫佢睇下佢骨入邊有冇啲重金屬喺度。咁就正如頭先營養師 Janice 啊同埋簡博士咧都講到嘅，鋁啦、鎘同埋鉛呢3種重金屬咧，都係喺尾龍骨入邊咧會特別顯著嘅。咁所以佢飲茶得多咧，呢啲重金屬咧都入晒去啲骨入邊啦。咁硬骨同埋軟骨受影響就係因為咁咧，所以佢會覺得腰酸骨痛嘅。咁啲重金屬啦，尤其係茶葉嘅重金屬咧，除咗喺啲脊椎入邊啊、尾龍骨入邊之外，會入咗去之後咧，咁我有另一個個案咧，都想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另一位客人啦，咁佢都係有飲茶嘅習慣，不過冇飲咁多。咁佢每星期咧有飲3至4次嘅。咁佢哋亦都有使用中藥嘅習慣。不過咧，佢就排便唔係咁暢通啦。咁佢咧就話俾我聽，我成日都覺得好攰，但係咧我明明瞓得好好嘅喎，又冇發夢，一覺瞓天光，都唔知點解起身都會好攰嘅。咁咧一開始啦，初步同佢評估嘅時候啦，就發現佢大腦都好多一啲4號。咁4號向下3個人呢啲咧，代表緊佢能量比較弱啲，即係應該問題都唔大嘅。
咁不過我深入啲啦，同佢睇下大腦位置啦，就發現啦，原來佢大腦入邊啦都好多一啲重金屬喺度啊！咁亦都係頭先嗰3隻啦，鋁質啦、鉛啦、鎘啦。咁呢幾隻都見到上邊圖片上面黑色正方形嗰啲咧，就代表緊都受呢啲重金屬積聚咧，都積聚得犀利嘅。咁所以話緊啦，點解佢成日都覺得咁攰呢？原來係一啲重金屬啦，去令到佢大腦一啲傳達信息嘅傳遞物啦，又做得唔好，做嘢做得慢啦，亦都所以令到佢覺得攰啲嘅。咁所以咧就見到啦，其實茶葉入邊咧嘅重金屬咧都可以除咗骨入邊又會影響啦，大腦入邊又會影響啦，其實血管入邊都有嘅。咁今日就唔同大家講血管呢一個位置啦。咁所以咧都希望大家咧，如果飲茶嘅話，就開始一定要注意茶葉嘅來源啦，同埋 Jessie 頭先講嘅浸茶第一浸泡咧就唔好要啦，倒咗第一浸、第二浸先好飲啦。咁就係因為咁啦，咁我哋就可以做到無創傷性、無侵入性、無輻射傷害、無副作用嘅呢個檢測模式啦。原來嘅 CHRA 全面健康風險評估啦。咁喺以下嘅環節啦，就有一啲 CHRA 一啲成功嘅個案嘅經驗分享。咁我有請 James 同埋 Danny。大家好，我係 James。我近呢幾個月裏邊咧，我都帶過好多朋友嚟做 CHRA。咁啊，其實我想分享一個 case 咧，就係我同時間我有2個朋友咧，佢本身就有喺大醫院啊，啲大醫生都話佢有心律不齊嘅。咁問過佢哋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咧，但係佢哋都話冇。咁佢哋都好擔心，係咪會隨時死咧咁我就同佢哋分享咗呢個CHRA 呢部儀器啦。咁佢哋都覺得如果真係揾到個根源問題嘅話，又可以對症下藥，可以醫得即係可以處理翻好自己個健康問題嘅話，咁佢會佢都覺得幾好啦。咁佢就嘗試嚟做啦。咁我第一個朋友就係2月頭做嘅。咁佢就醫生話佢係先天性心律不齊。咁但係透過部儀器去 check 嘅時候咧，原來發覺佢原來係先天性嗰個心，即係先天性吸收嗰個礦物質，幫助心臟肌肉跳動嗰度唔夠，所以令到佢嗰個心臟有機會停止。而另外一個咧，我係4月頭做嘅，咁佢咧個 case 就係話原來佢個心臟個尖端嗰度咧就有硬即係嗰個肌肉咧就硬化咗。係因為個原因係因為係重金屬積聚，咁2個 case 都係心律不齊，但係唔同嘅根源嚟嘅。咁而我2月嗰個朋友嗰個佢就跟出個 full treatment 去處理。咁以前咧佢就好驚即係人哋激下佢啊，佢又驚個心揦住咁啦。咁同埋話咧唔敢追車。咁但係佢用過2個月之後，佢有一日同我講。我一次我即係佢趕時間去追車啦，但係佢發覺原來冇咗嗰個問題出嚟咯。咁同埋佢之前未做檢查，即係未用 full treatment 嘅時候咧，佢嗰個上壓咧，血壓嘅上壓咧係166嘅。咁用咗2個月之後咧，佢有一日就 WhatsApp 我，俾翻個報告我睇，原來係去到翻133咁樣。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佢哋能夠，即係我覺得如果啲朋友可以透過呢部儀器去揾到佢個根源問題，我覺得死都值得咯，都知道自己死係咩原因度咯。咁我就即係而家我就變咗我自己就好中意分享同啲朋友分享 CHRA 呢個服務咯。係啦，我分享就係咁多。我交支咪俾阿仔。大家好，我叫 Danny。咁啊，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一個關於我女嘅經驗嚟嘅。咁我女咧今年就係高中生嚟嘅。咁佢有一個好嚴重亦都好長期嘅濕疹問題。咁其實有幾長期咧？佢由佢出世嘅時候咧已經有呢個情況㗎啦。咁就大家知道啦，濕疹佢啲關節位會痕啦，乾嗰時候亦都會痕啦。天氣交界嘅時間佢又會痕啦。咁繼而咧都影響到佢睡眠質素。咁纏繞咗咧都10多年㗎啦。
咁由細個嘅時候咧，我哋 BB 手抱嘅時候咧，就去健康院咁啊寫紙喺醫院覆診咧。當時醫院咧就俾一啲叫做好似有冇聽過啲好似豬油膏嗰啲嘢，俾佢沖涼去散嗰啲刮膠位啊。咁呢個亦都俾啲類固醇嘅藥膏去搽。咁但係我哋嘅認知之中就話，哇！如果長期去用呢啲藥物去對皮膚好唔好啊？唔好噶嘛，係咪？咁無計可施啦。用咗少少時間之後咧，開始停用。咁繼而咧，我哋開始咧就採納咧睇中醫嘅方面。咁我哋分別咧喺10多年裏面咧轉過5個中醫咁多噶啦。咁又中醫裏面咧頭嗰2-3個月都唔錯嘅。咁但係及後咧亦都反反覆覆，有好時好，有時唔好。咁及至到舊年咧，我哋前年13年咧差唔多年尾咧，我哋仲去用埋諗住最終極嘅方法就係針灸。咁其實嗰陣時針灸咧都成每1個星期咧去針1次，再配合埋中藥去用。咁喺嗰個針灸同埋中藥嘅治療之下咧，其實佢見到佢精神上係有啲嘅進步。咁但係發現咧佢個皮膚上面咧都係時好時壞，始終個問題都係仲未解決得到。咁可能在座啲朋友咧都好好奇話：哇 Danny 你都有食產品喎，都仲未係改善得到，可能會有呢個疑問。其實我自己都有呢個疑問。咁喺11年嘅時間咧，我甚至乎將我個女咧去做一個體檢，喺出面體檢啦，就係檢測佢對100種食物嗰個敏感程度。咁發現咧好多食物咧都係極度敏感嘅，包括咗黃豆啦、澱粉類製品啦，好多唔同嘅食物。咁我哋嚴格執行咗1年嘅戒口咧，都未係達到改善。唔單止頭先咁講，你哋好奇點解產品之下又中醫又針灸都未改善，又戒口之後都唔得。及至到咧 HRA Centre 成立之後咧，知道有一部檢測儀器，咁都抱住一個患得患失嘗試嘅心態睇部機，點解咁神奇咧？因為聽簡博士講咧，真係好神奇嘅。咁女咧當初咧就透過呢部機檢測到，發現咗多年嚟一啲問題咧，原來係幾方面係纏繞住佢嘅。第一，寄生蟲，而且係種類都多嘅。第二，原來有細菌同病毒都積住喺身體裏邊，而一啲嘅細菌病毒咧，甚至乎咧係令到佢咧睡眠唔好啦，同埋嗰個佢日頭以前咧其實都成日打喊落嘅，就算見到你知道好多年青人，譬如10幾歲，禮拜6日都瞓到好晏㗎嘛，但係佢瞓到成朝頭早11點咧，日間佢都打喊落好多。咁及至到呢部機咧，認知到有啲問題咧，細菌、病毒同埋寄生蟲咧一路影響之後咧，再配合埋咧公司一系列嘅全新嘅 P&O 產品咧，發現咧佢好明顯改善到咧喺短短2個月度咧，啲皮膚咧已經冇開始咧係咁厚，出現翻薄嘅情況，而佢紅色嘅印咧亦都慢慢淡落嚟，再加上咧佢瞓覺質素咧亦都相對好咗。咁而家咧陸續咧都喺呢方面咧係進步緊。咁我覺得最難得咧，好似阿 James 咁講咧，以前自己知道個問題，可以選擇一啲嘅醫療方法，但始終都揾唔到一個理由同埋乜嘢嘅方向去喺呢方面。就算產品我哋係先單，但係你都唔知個問題喺邊度咧。透過呢個儀器，簡博士嗰個意見咧，可以針對性嗰個問題，亦都去令到個問題係得以改善。咁我呢樣嘢咧係最難得。咁同埋你可以想象啦，一個10零歲佢去做針灸，其實喺即係個皮膚上面咧都唔好受眾，當時仲係拔罐。咁而家咧佢除咗去做咗檢測服務之後咧，仲係接受緊呢個叫 RES 嘅服務，就係一個叫做身體活能支援。咁2個禮拜嚟覆診1次。咁如果大家試過都好舒服嘅，日日坐喺度戴個耳筒。咁等半小時，營養師問下你啊，咁就已經走得。咁發現咧，佢喺身體裏面頭先咪好多度數嗰啲號碼嘅，由5同6咧，慢慢咧已經傾向成3啊2添。咁我見到呢樣嘢咧，既係直接針對佢嘅問題，亦都喺多年自己好困惑一啲嘅情況上咧，咁都一一解決得到。咁所以咧，好多謝公司咧有呢個檢測服務，同埋有一系列新嘅產品俾到個女佢做一個保健。咁可唔可以借助大家掌聲？多謝公司啊！咁我大致嘅分享咧係咁多啦，咁希望咧即係幫到大家一啲經驗。唔該晒，Isaac。咁我哋
哋都知道啦，好多人身體咧都會出現一啲小毛病，咁佢哋會覺得唔舒服，但係咧都係曾經好似佢哋嘅個案咁樣啦，曾經試過好多唔同嘅檢測方法，都揾唔到個源頭係點，揾唔到個根源問題係點，咁所以咧透過 SAGE-RA 啦，咁可以幫大家揾到一啲疾病嘅根源問題啦，咁所以希望喺不久嘅將來啦，都會有機會見到大家啦。咁我哋今日分享係咁多，多謝。